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基隆东华商场招商的争议是继续咧炭烧。基隆市长邵国良昨深夜开直播，针对着东华广场产权的纠纷，批评着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团无体下市政，佮甲目标对准着前市长林右昌。林右昌早起马上来回应，警惕邵国良是毋是起笑咯？是啉酒醉，还是食毒食药啊咧？邵国良早起嘛，随个开记者会，讲甲真激烈，来回击着权利金的问题。双方是一句来一句去，火药味真重。就是受了冤屈，有点难过，想要抒发。本会讲是心情无好，想要偷窥。基隆市长邵国良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到前一天直播轻描淡写，不过都有人就无安尼想。有民众看到都觉得说，这个谢国良市长是不是疯了？是喝醉酒了，还是嗑药拉 K？我自己身为基隆市民对这样子的一种他的一种表现，说实在觉得还蛮丢脸。讲身为基隆市民是感觉真见笑，因为昨这场直播邵国良针对内罪争气，批评民进党袂见笑，佮讲是林右昌家己有需要。我很快乐的一个成年人，我的家里经济稳定，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一些对市民不利但对自己有利的事。你觉得林右昌需不需要？我很少这样讲。你觉得林右昌需不需要？我跟你讲，他绝对有需要。两个人互相小结，东华广场的争议继续火。内政部长林右昌是大人骂，基隆市府重新招标，邵国良甲固定的权利金费5050万降到1500万，和东华广场年产值酒水3450万，等于俗价互厂商。假如真的我只有给厂商1500万1年的租金的话，今天写好遗书，我明天就去。假如不是只有1500，那您肯不肯来基隆跟我当面道个歉？为产权还到私人的生活，两人在咧影片和社群媒体是直透关，还甲袂得煞，产权的争议无解脱，官商角力继续谈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